来看高雄的警方，昨到一间汽车旅馆要抓诈欺犯，嫌犯抵抗，佮开车来冲撞着警察，警察就开32,000个人抓起来。结果台中市长罗秀燕伫昨暝的政见发表会，讲这件是枪击案，是互高雄市长陈其迈的竞选总部真不满。讲这个罗秀燕甲警察合法用枪，讲做是乌道分子开枪的枪击案，这种的心态。 歪曲事实，充满恶意，要求罗秀燕爱道歉。我今天出来之前，高雄又发生枪击案，开了30几枪。台中市长罗秀燕伫政见发表会讲，15号下晡，讲警方采用汽车旅馆要去提早期嫌犯，互嫌犯拒绝受检，赛车冲撞，警方向车辆开32枪，抓到3位嫌犯。这个案件，互罗秀燕认为是枪击案，但今麦竞选总部反对这个讲法，要求伊公开回释嘞。追捕开车冲撞拒绝受检的嫌犯合法用枪。 跟黑道不法分子开枪的枪击案相提并论，这样的发言内容和心态明显是歪曲事实，而且充满恶意。但今麦讲，罗秀燕市长应该是不问着去。卢市长是误解了哈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，我们也希望说哈。 在维护治安、打击犯罪的时候，警察同仁真的是非常的辛苦。说高雄开了30几枪，那是不是口误？对，跟大家报告哈，辩论会已经结束了哈，我不希望辩论会延续到场外。秀燕市长跟陈其迈市长他们之间应该是做一个彼此，我这边不予置评。南洋的瓜子文强调，高雄今年到大发生5件枪击案，唔免挑工甲重点放伫数字。治安是所有高雄市民拢真关心的代志，警察嘛真辛苦。针对这件代志，伊嘛无要评论。